先生，迄是农业搬运车跌落来的，迄么？嘿，小二讲，衰，行路破呆，才跌到暗严重。头哪有冲到无？无冲到头哪，毋过几只左脚动切。左脚先脱体，迄么？错，胸脯肚时有冲到无？有冲到，你下会切无？有一说，一手徛起来发动看看，胸脯会一切无？还是的，你下真切个萎缩臀呢？左脚左脚裂红，迄么？无毋错。人讲南疆脚肿，唔怕头昏，一个脚看起来肿到当严重。俺们先同照天讲，好，之前有药物过敏嘅情况无？无，有开过刀无？也无。了解，请向巡航初下，我先同一个固定，照好天讲后，佮再看后续治疗方式。好，罗拉医生。